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鹿谷竹南村的山猪湖产业道路，受到进前迄个海葵风台的影响，边仔的山坡的土石崩塌，路基来挖空，路面嘛斜落。县长柯淑华到现场来看灾情，讲会甲列入到风台灾害复建的工程，向中央来争取经费来复原。 海葵风台离开了后，管未来真侪雨水，和鹿谷乡的山猪湖产业道路拢断去。嘛，因为这是运输中级的重要道路，所落来就是当水的散开，就惊影响到生计，和农民拢真烦恼。即马目前坍方严重，嘛希望咱会当赶紧把这条路抽修互通。 虽然乡公所第一时间就伫咧修理路面，不过规个路基拢已经流失，山坡边某一条土石放落来，为了避免灾情扩大，县长柯淑华会赶紧协助公所进行道路改善。那今天我们特别来会勘，也跟公所这边来取得共识，将边坡的部分来做初步的设计。山猪湖产业道路嘛是趟位小半天紧贴，含地形最强的重要道路。南投县长柯淑华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为遮行，才袂发生危险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